清华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编号第1号。今仔日我要演说的题目是一张相片。竟然看到壁橱内底迄张黄黄的旧相片，就互我想起点点滴滴的过去，一段使人永远无法度放袂记的回忆。相片当中有阮兜天伦享受的真情味，也有厝内一家大细快乐的爷爷。相片阁是爱的见证，无毋对，这张相片就是伫阮小弟出世做大的时阵，阿爸阿母双边的亲戚照到的热烈画面。相片当中有人歹势毋敢笑，有人秘书闷闷仔笑，有人是大班嘴笑目笑，连笑面婆迄个小弟嘛笑甲食古水哦。不哩个，数一个人嘴唇翘，目睭吊，双手插过，敢若咧甲人吟。歹势啦，迄就是我得阁是我本人。听阿母讲，迄天拄好是假日，亲戚朋友因为是来做客，所以毋是赶东路，就是买阮小弟的衫裤、佚佗物仔。我上介意阁无买迄台独轮车，骹手买来我拄坐起哩尔，就互阿母甲我拖落来，讲厝内面遐济人，啊骑即台独轮车会甲人弄着，袂使骑。一个手就甲独轮车塞入去房间内，我是受气，坐咧涂骹大声吼，煞落搁着骹转地噗噗跳，互阿母面相真歹看，阿爸笑容嘛眼热无自在。拄好手拎起翕相机的阿哥，伫家一个画面切落来。佮条公司大张的相片，互阮做纪念。所以阿母逐摆看到这张相片，拢会甲我想起我细汉的小亏待。毋过，互我搁较怀念毋甘的是，迄个上疼阮的姑婆。因为身体各样破病啊，无法度搁像较早人我讲古笑歌互我听，就讲也100岁年老，一定去另外一个世界好命咯。岁月的草袂停，转啊转，一直转袂停，行过时间。嘛无法度得到表，有相片新情意。我上希望迄个疼我的姑婆会当身体赶紧勇健好起来。阁是相片当中迄个美丽的贵妇，感谢阿哥。甲即个珍贵的画面切落来，互阮时时看到时代亲情的慈爱面容。毋知现场的大朋友、小朋友，应敢有一张互恁思恋亲深的相片呢？我的演讲到这结束，感谢大家。